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北市动物园讲有动物逃走去，这是一只小食蚁兽，名叫做小红。9月初一半暝2点外，伊爱着伊6个月大的小宝宝红豆，沿着园区的水道爬过哪吒走去了。保育员东港的尾阿嬷伫咧涵坑找着红豆，但是无看到妈妈小红的影子。到达已经失踪1个月了，生死不明。动物园特别开记者会，拜托台北市文山区的乡亲，若有发现，请马上甲动物园来联络。沿着岛边缘，然后背上那就是那个小朋友。监视器有翕到小水手爱囝安尼走来走去，说来跳入去水沟仔内，为另外一个画面来看，因顺水一直是有。当时小食蚁兽小红就是从这个溢水栅栏背着6个月大的宝宝红豆开溜。当小食蚁兽就算碰到电木线的电力之后，它是往外头翻，所以并不是说看到电木线就乖乖的退回来。台北市动物园的小水蚁兽走出去，可能是因为8月底才搬来遮，要搁伫咧了解环境阶段，保育人员伫9月初巡视时才发现讲无去啊，室内外吹过了，才伫暗坑去看到红豆的踪影。加在干那巴肚枵尔，无啥要紧。啊，若小红失踪1个半月啊，沿着这个景尾溪到园区外口一直找嘛找无，主管单位教育局嘛是最近才知影。演练或者防逃的机制，大体上这么多年来建立的都有，还在搜寻的过程，所以没有特别去做回报。那也许就是尽可能早一点，也许3天或者1个礼拜。因为天气愈来愈凉冷啊，热带性的小食蚁兽恐惊无法适应外口的环境，若是对着其他野狗也是其他动物，可能就危险。动物园即马嘛真着急，希望讲赶紧会使找到小红。